其實你點樣去俾啲 tips 年青人去即係去選擇佢哋嗰條路咧，或者佢哋嘅職向咧，可唔可以提供啲經驗分享？我只可以提供我嘅觀察，唔一定準確。不過我覺得現代大部分嘅生涯管理嘅理論或者學説咧，都係建基喺一啲舊經濟、舊市場嘅環境裏面。喺我哋嗰個嘅年代咧，我哋有分藍領、白領，然之後咧有所謂朝九晚五。但係其實咧喺現在所謂新經濟嘅年代咧，你好難去界定一份工作。佢可以在家工作，佢可以係你夜晚瞓緊覺，佢喺度工作，因為全球化。佢亦都係可以一個星期係做3日已經休息4日嘅，係冇問題嘅。你會發現咧就係好多嘅我哋作為嗰種嘅模式，或者已經進入咗知識型嘅社會咧。換句話講，喺工業革命以後，我哋已經慢慢咧係脫離咧，甚至嗰啲嘅服務業已經取替咗咧實業啦。咁所以成個嘅職涯咧，已經邀請我哋應該咧係重新再去理解。嗱，譬如以前咧係有所謂終生嘅職業。而家如果你講終生職業，真係嗤之以鼻嘅。其實一個人咧，可能一生嘅裏面咧，起步同終點嗰份工作，可以係完全不一樣。第二樣咧就係好多 on and on，你已經發現咧，譬如馬雲為例，佢係教師嚟嘅，佢自己都承認咧，自己根本係唔識即係 internet。佢亦都真係唔係一個 technical man 嚟嘅。馬化騰咧係真係一個 technical man。但係咧，你會見到有人係讀嗰樣專業嗰樣，然之後致富成功，亦都有人係唔係讀嗰樣，唔係做嗰樣，後來轉地咧係去結合咗另外一樣嘢，跟住成功咗。但係你都發現咧，就係今時今日咧嗰個嘅產品或者係職場咧，你係好難界定佢咧，究竟你呢個 business model 係點嘅咧咁樣。其實連做緊嗰個人都講唔清俾你聽喎。不過即係佢好似咧，即係食雞糊咁食食下就 OK 咗。所以而家我哋食嘢咧都係 fusion food 嚟㗎嘛。你走入去最精彩嘅應該就係一個自助餐，入邊係乜嘢都有得食嘅，你喜歡就食啦。咁阿拉斯加蟹鉗啊，跟住有邊爐打咁。咁我會覺得咧，用一種狹隘嘅思考去即係尤其是喺中學階段已經講職涯規劃咧，我認為太早，甚至大學階段咧都好難。因為你腦筍都未生埋，同埋你對呢個世界嘅認識有幾多咧？而家就叫你進入去規劃你未來10年，其實我覺得好難咯。所以我仍然覺得咧，就係教育本身咧係要讓我哋嘅小朋友係有興趣學習，學會學習。唔好憎恨學習，我哋應該咧就俾一個價值觀俾我哋嘅年青人佢哋要將來佢要擁有一個乜嘢嘅生命，然之後讓佢係去發掘，跟住佢就好似浮萍咁樣浮下。其實喺大學裏面，坦白講啦，任何一個嘅學科咧都係發掘緊真正嘅你。我哋作為一個僱主，其實揾咩人咧？其實我哋唔係揾真係GPA 4點3.8其實對於一個僱主嚟講，3.8同2.8咧冇乜分別。我哋要揾嘅係一個咧係 potentiality 嘅人，佢係有潛質嘅。其實你喺我嘅載體裏面我用半年時間嚟 train up 你咧，已經可以 cover 晒你過去呢幾年讀嘅工商管理。哇！你可能學緊嘅係奸商管理。即係你冇一個好嘅 value system，你承載唔到將來。成個世界係喺度轉變緊嘅。你今日你話3.8，其實去到職場咧，坦白講咧，係冇一個合格員工嘅，只有一個稱唔稱職嘅員工。